大家好，大家好。今日我哋同大家傾一下大陸準備要上映嘅一部片，叫做《七子九局》。通過本人喺呢個方面領域嘅親身經歷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大陸喺上個世紀80、90年代掀起呢一股呢個氣功熱，好多功法好雨後嘅春筍一樣長出嚟。其中有中功、香功、元極功，同而家大家全世界都熟知嘅呢個法輪功。除開之外，仲分道家功法、佛家功法，以及民間功法等等等等。為乜是一個無神論嘅國家有咁多嘅呢種嘢出嚟呢？首先，我哋先講翻60年代文化大革命時候嘅一件事情。當時喺前蘇聯，赫魯曉夫寫了篇文章嚟講斯大林嘅事情，就造成嚟蘇共包括中共喺內嘅呢個高層嘅對於自己政權嘅呢種危機感。啱啱好就係喺60年代，美國同蘇聯有研究呢種神秘力量同飛碟以及外星人嘅技術嘅呢種情報，中共都已經識得，所以佢哋就從呢個方面去搜集好多相關嘅嘢，並且得到第一手嘅資料，所以喺呢方面，佢哋就喺呢個方面就深入地研究。到咗文化大革命呢方面嘅研究，佢哋就公開化，並且係公開去收集呢個相關嘅呢種民間嘅所謂特異功能嘅呢個信息。實際上以前嘅港片裏面都曾經講過，好似張寶勝啊呢啲，只不過係其中嘅冰山一角。佢哋更加大嘅研究係實際上係要研究點樣使用特異功能，或者係呢種所謂嘅特殊嘅能力嚟控制人民嘅思想同行為。所以基本上七子九局嘅職能係常常去探索宇宙嘅呢種神奇嘅嘢，而呢個507所佢就係喺民間收集相關嘅特異功能嘅情報同信息，特別係要揾到呢啲有特異功能嘅人嘅呢種職能，就係主要喺507所。所以七子九局係去探地外同地心嘅呢種特殊嘅呢種單位，而507所佢係去收集世界包括外國、中國嘅好多嘅民間嘅呢個有特異功能嘅信息同人。所以佢哋分工唔同，但係佢哋同一個目的就係如何係嚟使用呢個暗黑力量嚟達到控制人民嘅呢種能力。所以就引出兩個話題，就係為乜事其中共對於藏傳佛教以及法輪功嘅打壓。其實因為呢兩個功法，呢兩個區域嘅氣功同特異功能嘅現象特別多，並且法輪功係治病成效率比較高，並且出偏率就係走火入魔嘅呢種事情就比較少。而呢個藏傳佛教呢，佢不單係有紅化呢種好特異嘅現象，
同樣仲有好多嘅呢種神通，亦就係講嘅呢個特異功能，可以飛做啲護法星，可以飛起地下起碼5米以上。同樣仲有佢哋可以使其他嘅能力，把啲石頭搬上高處。同樣仲有呢個佢哋嘅狀就係佢嘅醫學就係冇亞於中原嘅中醫。反正就係因為咁，所以中共為了壟斷呢個領域，並且佢哋自己喺研究氣功嘅某種關鍵，因為當時有某啲功法都已經寫出講要創造符合馬克思理論嘅氣功，所以佢目的就係要控制人民。所以當藏傳佛教同法輪功冇受控嘅時候，所以佢哋就要好大嘅呢種使用國家力量去打壓。至於呢個話題，我哋可以下一次再深入嘅去探討。多謝大家嘅收聽，歡迎你哋點讚鬧我都得啊，轉發開啟小鈴鐺，多謝。